师父利用今天早上跟各地的莲友们来介绍一个公案，教梦中鬼念佛升天。有一个活生生的案例，特别介绍一位林小姐。她是一个学佛的弟子林居士，在民国82年呢，大概1993年的年底，当这位林小姐读高3的时候，某一个晚上，她做了一个很奇特的梦。梦中她看见了一位年纪大约20-30岁的小姐，在离他家不远的忠孝东路4段华南银行对面的斑马线上，林雨面容很忧戚，好像有心事困扰。林小姐由于不忍心看他淋雨，便邀他一起撑伞。当一起撑伞的时候，对方就告诉他悲惨的遭遇啊！其实他早已在某一天下午4点多的时候，骑机车被车子撞成重伤啊，而肇事者在目睹他被撞伤以后，赶紧开车逃逸了，完全不理会受害者，让他延误就医而丧失了生命。他的神情充满了愤恨不平，很想去找肇事者报仇，但是却又无能为力，而显出孤立无援、无可奈何的表情。听完他悲苦的叙述，林小姐怜悯不已，于是林小姐就劝他要称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因为只有慈悲的阿弥陀佛能解救他的痛苦，将他带往极乐净土。在净土的人们心中充满着希望跟喜乐，不再彷徨无助啊。亡灵听完了林小姐的劝告以后，孤立无援的她很主动的念起南无阿弥陀佛，称念数声之后，顿觉的满面愁容的她转为安详和乐，并且蓝黑色的衣服也立刻变成白色的，全身似乎焕发着白光，慢慢的升上天空，渐渐离林小姐越来越远了。林小姐也衷心的祝福她。隔天，林小姐为了证实这个梦是实梦还是虚梦啊，便特地到忠孝东路4段华南银行去打听，证实了在不久前下午4、5点左右，的的确确有一位骑机车的女生在这个地点发生车祸，而肇事者逃逸了。各位，因为经过林小姐在梦中介绍称念阿弥陀佛，想不到这个鬼啊跟着念，马上得到解脱。你看，不仅仅在世的人念佛种下这个金刚种子，佛永远要救度你，你是阿弥陀佛心中要救度的对象。在临命中，阿弥陀佛一定现前，佛光来普照，莲花来接引，让你顺顺利利到极乐世界。更重要的是灵界当中的众生，你已经往生的众生，阿弥陀佛一样没有分别，不会嫌弃你。只要你在梦中念一句佛号，他照样秉持着对众生的承诺。只要你听到佛号，称念一句佛号，阿弥陀佛永远不舍弃你。所以我们非常感恩阿弥陀佛，你的大慈大悲，你的大愿大力，给我们众生带来曙光啊，给我们众生带来希望。我们不要沉沦在黑暗当中，过着痛苦污浊的生活。我们很感恩阿弥陀佛，所以我们奉劝所有的众生应该把握时间，要珍惜时间，精进的念佛，未来的道路充满着一片希望跟光明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